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如果大半生嘅信念一下子全部瓦解，究竟會覺得過去嘅一切好虛無，抑或係剎那間覺得眼前一亮，見到真實嘅世界？布萊恩·艾斯係一位擁有醫學博士學位嘅精神科醫生，曾任西奈山醫學中心精神科主任。佢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同耶魯大學醫學院，受過嚴謹嘅科學訓練，專攻生物精神醫學。喺艾斯博士嘅世界入面，一切都有實證、有數據、有理論基礎。一向否定輪迴嘅艾斯博士，竟然打破科學禁忌，喺1988年出版咗《前世今生》呢本經典著作。到底經歷咗啲乜，先可以令一位頂尖科學家蛻變成靈性導師？佢甚至要用足4年時間去衝破心理關口，先敢將呢段不可思議嘅經歷撰寫成書。就喺1980年，美國嘅邁阿密，一個下午，着住紅色長裙，27歲嘅凱瑟琳出現咗。凱瑟琳喺艾斯博士任職嘅同一間醫院擔任實驗室化驗員，中等長度嘅金髮，藍褐色嘅眼睛，外表美麗動人，但係佢嘅內在極度破碎。佢一直被焦慮吞噬，佢怕水，怕坐飛機，怕黑，佢怕近親，怕到連藥丸都唔敢吞，而最嚴重嘅係怕死。呢啲恐懼嘅念頭日日夜夜咁纏繞住佢。為咗尋求安全感，佢有時會瞓喺一個狹窄嘅衣櫃入面，每晚輾轉反側2-3個鐘頭，先至能夠勉強入睡。最近童年時候嘅夢遊同噩夢又再返嚟，佢嘅焦慮、痛苦越嚟越頻密，每次發作嘅時間越嚟越長。凱瑟琳嚟到艾斯博士嘅診所之前，其實經過好耐嘅掙扎。有2個佢信任嘅醫生極力推薦艾斯博士，但係佢仍然要花咗2個月先至鼓起勇氣赴約。第一次見面嗰日，凱瑟琳喺精神科外面嘅走廊來回踱步咗20分鐘，佢說服自己唔好逃走。艾斯博士走出候診室同佢握手，凱瑟琳隻手又濕又凍，佢嘅焦慮實在坐唔住。佢哋隔住一張半圓形嘅辦公台對坐。凱瑟琳向後挨住椅背，沉默咗好耐，唔知應該喺邊度講起。喺艾斯博士多番引導底下，凱瑟琳終於透露佢喺麻省一個小鎮嘅保守天主教家庭長大，排行第2。哥哥大佢3歲，擅長運動，擁有佢冇嘅自由，而妹妹就係父母最寵愛嘅掌上明珠。聽到佢講怕水、怕黑、怕搭飛機、怕死，艾斯博士試圖將話題推向凱瑟琳嘅童年，想揾出創傷嘅根源。呢個係標準嘅心理治療做法，揾到源頭就可以醫治。凱瑟琳努力咁回憶，拼湊出零星嘅碎片。5歲嗰年，有人將佢從跳板推落泳池，佢嚇到魂飛魄散。但係奇怪嘅係，即使喺嗰件事之前，佢喺水入面從來都放鬆唔到。11歲嗰年，母親突然變得極度沮喪，接受咗電擊治療，幾乎喪失記憶。呢個經驗嚇親凱瑟琳。父親有長期酗酒嘅問題，有時哥哥要去酒吧揾爛醉如泥嘅父親返嚟，酒精令父親對母親動粗，母親變得更加退縮。但係呢啲，凱瑟琳只當係避無可避嘅家庭摩擦，根本冇一樣足以解釋佢心入面嗰啲排山倒海嘅恐懼。艾斯博士幫凱瑟琳做咗18個月嘅傳統心理治療，每星期1至2次。凱瑟琳係一個合作嘅病人，坦率、有主見、渴望痊癒，但係就一無所獲。佢仍然怕黑、怕水，唔肯食藥，怕近親。艾斯博士喺《前世今生》呢本書入面寫道：我以往一直都唔會猶豫幫病人開安眠藥，甚至係抗抑鬱藥，但係而家我盡量少用呢啲藥物，
因為冇任何藥物能夠對病徵嘅根源有幫助。我知道必定有根治嘅方法，而唔係單單將病徵壓抑。咁係乜嘢原因凱瑟琳接受咗18個月嘅心理治療，仍然未能治癒佢嘅焦慮呢？如果連回溯童年嘅記憶都冇幫助，答案會唔會喺更早之前呢？1982年春天出現咗一個轉捩點。凱瑟琳同男朋友史都華去芝加哥參加醫學會議，去到之後，佢堅持要去參觀博物館嘅古埃及文化展。佢一直對古埃及文化同古蹟複製品有興趣，古埃及嘅文化同古蹟令佢有一種莫名嘅熟悉感。導遊講解展品嘅時候，凱瑟琳竟然糾正佢，導遊好驚訝，凱瑟琳自己就更加目瞪口呆。佢完全唔知道自己點解會知道呢啲嘢，但係嗰種熟悉感強烈到冇辦法去忽視。返到邁阿密，就係因為呢次經歷，凱瑟琳終於同意嘗試催眠治療。艾斯博士當時諗都冇諗過呢個決定會徹底顛覆佢嘅人生。一個受過耶魯大學嚴謹科學訓練嘅精神科醫生，即將踏入一個科學冇辦法解釋嘅領域。而凱瑟琳會喺催眠之中記起公元前163年嘅自己，一個18歲留住長長黑髮嘅少女，個名叫做阿朗達。佢會喺洪水之中溺死，而呢個記憶將會解鎖凱瑟琳今生嘅所有恐懼。有時候靈魂要敲醒一個人，會先將佢推到懸崖嘅邊緣。你呢？人生中有冇試過一直以嚟相信嘅嘢，一下子被徹底粉碎？如果有，或者係你嘅靈魂喺度敲門。